谁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抽了的，伊讲伊过唔关吼，抽到个 G V 的，一路系俺的客家的网红啊，送啤酒，分享啤酒。叶荣姐好，大家好，我是客家人的啤酒。啤酒头都如讲，伊会过紧张，因为平常时嘿你在堵麦的，嘿，我是第二个 V 的，伊头都讲想要篡位，你知嘛？讲我来帮帮爱啊，我唔敢。啊，过起码好，如果因为啤酒平常时嘿提。其实也是提姜头钱啦，都是很新形态的吞安的。以前记者冇看用安，记者路来后背。不过有些吧就像我们老一辈讲做 stand， 可是你的 stand 是神出鬼没的哈，其实也是一种主持人。不说今年是主持人，访问主持人的感觉啊。啤酒平常时虽然提姜头钱，不过还是算幕后，但是看得到一点你的那个个性，哈，就是有点。鬼蛮皮啊，哈，有点调皮啊呢。不过唔滴啤酒伊嘅故事，今日如果难得，好可以来访问啤酒。啊，佢用咩将呢啤酒带来嘅小物来认识。好啊，刚刚如常处理，来帮人提供啤酒带来对有特别意义嘅东西。睇乜嘅？假使相亲比我年纪够大。有可能唔认识啤酒，不过对后生人来讲，这个牌子其实很有名哦。因为客家用客家做抬头来泡样片，要到3-4万点阅，其实很不简单呢。啤酒泡个样片哈，你都去大下嘅，唔是讲讲出来，你都会看到非常多啤酒泡个样片，动辄1、2、3、4万观看呢。差不多，啊，两下周段呢，也够看抖音看。对，就给这种短的 shorts reels 这种韩国抖音看，嘿，够厉害呢。啊，当初那么有一个不要怕说出来，你想法系冇？系啊，就是你其实你办公室底部度同事，大家全部都在后上面，然后大家就是讲想要做俩，其实我们。头摆会看哈哈台，还有迪卡这样子，就是后上人爱看呢，也朋友爱看呢，然后大家就想客家的东西，客家的样片，好像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不然我们就来试试看。可能有位唔知的观众解释一下，唔讲诶哈哈台迪卡因的那样片有乜嘅特别？记得就是做。街访为主的影片性质，然后一样就是在路上，然后访问人家，然后就是可能我有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然后就会一问，然后就这样，大家的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嘛，当然会遇到有趣的，然后 Andy 就吃到，那我们客家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啊，Andy 来做，就很容易。客新闻如係客家共享傳播基金會，第播一個算人的媒體，人家有做一個客新聞，就分出一個節目哈，人就想講我來做一個街訪，不要怕說出來，係用嚟散神嘅，伊個名誒，係啊，好名誒，就係大家其實給同事的討論啊，就是大家同事打嘴鼓嘛，那要叫什麼名字呢？然後呢，我們就說啊，那就是變一變之後就不要怕說出來，就是可能我們就問問題啊，那你說啊，然後後來我們就把它當成我們的一個頻道名稱。一開始嘅嘢說出來唔係講客嘅意思，還係咩有？其實有，你想嘅做嘅就係去青島客家後生人，因為其實有當到後生人，佢哋啲去家係客家人，不過佢唔敢講，也有可能係唔會講，不過佢會談，所以我們就想說，那就用這個來，也同時就是在街訪的時候，其實有些問題其實是很有趣的，那我們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把最真實的想法講出來，就這樣。我說一開始其實人係想要去想去怪。叫做後生嘅講客，錯，好，就係你平常時就算冇睇講咩唔怕，你讀多捱嘅，咁你講一句啊，一句也做得，就做得咧，你係想去怪人來講客嘅，錯，唔過你讀到形形色色嘅人，也有，那唔過捱啲
请那个受访者的时候，其实也会偷记掉，因为路上茫茫人海啊，啊也因此记掉，那我就会就是我就是要找年轻的，年轻人为主，然后其实就一句话，强摸你黑客家人哦，最经典的，你只要告诉我黑也不黑，啊如果是的话，你就用客家来对发。这样就好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在做这个频道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讨论过，我们的华客比例，到底要抓多少？因为其实你做客新闻，底部度大家会希望客家的媒体听出的80%可能80%、100%，就全部都会客家发。然后这样其实对香港人来讲啊。就是非常有距离感，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光听这些我就可能觉得有点困难，你还要我讲讲一大串，所以因为其实我这家也不会懂不会讲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好，我们要专心的主攻在我们的 Instagram 上面，然后找年轻人，然后我们目标族群就是18到25，差不多就是这样，或者25岁以下这样。然后我们的华客比例就是抓8:2。你会想讲，你会破本后上的框架，啊，唔能有过多嘅靠你的人，啊，你爱没破本唔宽呢？可是这个设定係自己设定啊，啊，我批评的人还会我批评啊，啊，你可是要承担这个合法的，因为就算係合法講嘅，無算無到一定好，唔過還做得，一可是播新聞。那些難免會有人講嘛，不管怎樣都會被講。我談起來唔像南普人，沒有安尼的哦。嘿，剛唔按用嚟去，你可是會讀到幾多年的正義嘛？那會覺得很難承受。其實我這家冇上岸到啦，我結聽我做目前的這個節目主持人的話，我就唔是這樣了呀。哦，所以有些留言其實沒有太多的負面或是攻擊的留言啊。有看過就說，主持人呢客家講到按唔髒按唔好，怎麼會還做客家的東西？其實有賞識係剪輯的關係，我可能今天遇到的這個人，他可能客語本來就不太會了，然後我可能就是也會穿插華語去跟他聊天，對，啊，你一開始一群後生嘅睇討論，我做一啲安尼嘅節目。馬上就是來主持的哈，對，跟同時就是一個下主條，大家就會討論啊，就都大家做嘛，對，你說太假嗎？對，大家就是很行動派的，然後我們就說，不然我們就在公司的附近一隻公園，先來試試看，然後第一期就會找到客家人。就在那裡，請客家人啊嘿，每一個人都試做看看主持人，冇那為什麼馬上就是你？因為客家唔係愛那種風格，大家就寧願當幕後，因為一個團隊裡面就是每個人都會有自己適合的位置，這樣。其實我們記者哈一開始會做採訪的時間，我們很討厭街訪，因為會一直被打槍，還是都得風摸你哈，因為我一聽會拒絕呀，我去搞就會對不對？可能就會拒絕嘛，所以就是會馬上拒絕，直接走掉那種，我就可能不追。那有些人是可能會稍微聽一下說，你們是什麼來頭啊，或什麼的。嗰時有機會過摸一下，對，然後我可能就會說，我們就想摸一下，這很簡單一個問題就好，就非常簡單這樣子。大家其實答應率都蠻高的，因為讓他那個路上其實很多人就是在拍影片啦，所以我覺得大家其實已經蠻習慣嘅，蠻習慣。好，我哋過來看天以後，譬如帶來嘅東西，看下先有乜嘅，而家唔夠對，哎呦，凍蟲哦，係凍龜哦，真見凍龜。一個翕相機，一路係對我來講最重要嘅，唔係乜嘅時節開始好翕相啊，咁樣嘅。其實我係從高中的時節就當喜歡用我的手機的 po
阿婆啦，就是卖阿婆啦。高中就会好对，然后就是会自己好玩啦，就是可能二整阿婆啊，或是二整谁啊，这样拍一些自己觉得很有趣的影片，然后都高中有拍过毕业的那个班级的毕业影片，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都有在做这样子。你睇後尾迄套大傳戲，做咁你嘅畢業係拍乜嘅？畢業作品嗎？迄拍紀錄片，迄拍大體老師。拍紀錄片會夠麻煩呢，然後你們還拍大體老師。對，因為一般啊，我哋會拍可能綜藝的戲劇啊，冇微電影啊，對。我想我要拍紀錄片，又拍大體老師。我也覺得還蠻神奇的，就是我的個性其實應該會是想說拍一些比較小清新的東西或什麼，因為嗰當時大家就對很風靡那個微電影，拍微電影，所以其實大家在畢業製作分組的時候，他們其實都已經想好自己想要拍什麼。可是那時候我就覺得，我就是想拍紀錄片，就是覺得可以在觀察一段時間，然後把所有的影片然後濃縮成一支，可以讓大家去了解到一些不管是議題或是什麼的部分。所以那時候只有我說要拍紀錄片，那時候只有我13年，都沒有2位同學也覺得好像對紀錄片也有一點點，其實有點興趣。然後 Andy 就邊追迷就邊3年做兩件事情。然後我們是先從網絡上開始找資料，然後開始就是去聯繫。我們想說就是以近一點的，然後那時候有聯絡到一位老師，長庚醫學院的老師，他很願意協助我們。其實這東西你講太空上會拍樣片，蠻多人其實會打槍你的，因為佢就會就感覺唔係專業嘅啊，唔係專業又冇錢啊，又批行對然後又還是一個蠻嚴肅的話題，對。哇，剛剛安尼嘅經驗，其實經驗裏面啊，拍嘅雖然有一點像惡搞影片，不過還是有一點記錄性質呢，吼。對，就是有18種，家下開始有興趣嘅東西，只係更加用題客家，吼。剛剛嚟客語團呢，如果可能我講到許多，譬如攏會長成現在這樣。你講我是都按用嘅嗎？沒啦，長成這個痛配咧。你更加嘅按你嘅個性去做按你嘅事情。先生長嘅，等下繼續來講。喺阿婆他到啲呢啲神風啊，即係住山川嘛，然後又係愛接送啲上課下課，然後還有啊，都可以照顧。不卡馬該事情，阿婆都會做。對，最強女性。再來做客慢言來了，今日就做了嘅係桂南記者可以睇專門拍同客家有關嘅佢黐咩嘅樣片嘅送皮友，好，都講到本人真係有故事。嗰個我哋還係先對人嘅故事來講，因為作風有看到幾項看起來都很平常的東西，可是如同嘅生長背景都有關係。我哋先對番薯開始講。番薯。你看起來跟你應該不會長得像番薯是嗎？冇按你講，你應該冇睇中吧？最近係我小時節，Andy 不下就種番薯，講番薯我就驚，真的會驚，因為小時節暑假，不用出家的時節啊。阿婆就會講我會種番薯，真的是噩夢，因為很熱啊，然後你又要弄那些，我會聽樹，然後其實種番薯我會叫呢，可是我又會聽樹，我阿婆會叫佢嘛？開始太辛苦太辛苦啊，就是辛苦都叫我，因為我剛開一度寫開始聽樹，可能過小的時節就開始走嘞，對啊。頭擺不可種番薯，種應該有10年嘅時間。對，因為頭擺人好像就是
伫咧梯啊某中没种到的时候，就是拿来种番薯。专做嘅时间。对对对。好，嗰种咁我天数嘛嘅，天数本田。你有看过吗？你有看过吗？种番薯用番种，给梯啊平平的，你要先弄做一笼一笼一笼一行一行的嘛，然后过来就会阿婆会捞番薯芽种到几个菜叶，然后要一刮下来，然后 Andy 就会拿灯，然后一支的编下去。我说对，你就会从头就可以天数诶。嘿，错。那最讨厌的步骤是嘛个？就是最恼就会种下去之后啊，其实它长很快，然后那个藤就会开始交错在一起了，然后你就要分藤，把那个藤这样子弄开来除草啊。我觉得那个是最累的。那时候那个是你天数阿婆会收啊？唔会啦，唔会收你。然后可是我就会感觉我无天数记就会一三年走啊。就是如果它变成原本今天是2-3年、3-3年，大家穷下天数。刚刚也过晓得呢吼。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过到4年的唔想要天数就唔想要天数，唔会去问讲阿婆很辛苦啊。对，我就想到阿婆太辛苦。因为阿婆秃胎的。阿婆秃胎，从小就老阿婆穷下呆，都两下也黑。都下还穷下黑。穷下黑。哇。我说就系阿婆像妈妈咁样诶，就系我妈妈，因为我从小我阿爸阿妹就离婚嘛，所以我是跟阿爸还有阿公阿婆共下大。所以其实从小你就对阿婆其实很感恩，就会看到伊很辛苦路，给我们还会天数，还会天数，没办法，因为我呀好像也狠不下心说走就走，因为像我哥哥就走的。我不要做了，然后他就直接回家这样子。就是小朋友版就是会任性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不能走，所以那个哭是觉得有种就是我不想做，但是我又得做那种哭这样子。咁阿公阿婆係用哪個教養方式？其實喺阿婆她多啲嗰啲神風啊，即係住山村嘛，然後又係愛接送嗰啲上課下課，然後還有就主要係照顧係阿婆，乜嘅事情阿婆都會做。對，最強女性。咁阿公對你係唔會也唔會養。阿公就是在家裡的角色就是非常嚴格，對，他就是那種就是很常板着一張臉，然後其實大家都很怕阿公。嗰時候同阿婆個錢安尼，咁也係看到一個這個其實我離農離土很久了啦，我不知道也夾乜嘅嘢。你唔知夾乜嘅？團呀？也都看某種東西，咩毛熊乜嘅。通過也沒有冇，大家應該一看就知吧。自從有看到綁個雞毛誒，係錯，就綁雞毛誒。你也要拔雞毛？來，過來講一些辛苦的故事。那麼從小都那麼那個哇，從細漢來唔但愛種番薯，又會飼天數飼雞。唔會飼雞嘅？我唔敢飼雞，唔講你生年就是負責。唔會綁雞毛？綁毛。係哦。對，負責。哇，也嘅唔係天數，因為像雞條啊，你知冇雞條動到嘅細毛。那阿婆其實母豬它唔好啦，發看唔到，都會叫我們幫忙拔那個細毛。光拔那個雞頭就要拔很久。你看，今日按你看不出來，版是按乖呢，真的。看起來壞壞的。版是按乖呢，你看起來蠻適合壞壞的。蠻適合乖呢吼。係啊，看唔出反差萌。萌的部分呢。按乖呢。對。就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從小就是可能也有看到，其實我阿姑就姑姑啦，就是對阿婆也懂孝順。佢嫁出去的，不過佢大禮拜還會轉來屋下轉每家啦，然後
陪阿公阿婆陪他的爸爸妈妈，然后也顺便照顾我们，因为就爱从生某妈妈嘛，所以他有点又担任这个角色。哦，所以虽然你给爸爸妈妈很理养的，不过你是感受到很多爱的。嘿，这样你讲，对，我觉得我还蛮乐观的啦，好像都不会想到那些太负面的地方。哦，那边还有一个红包推，有点害羞。阿公，这是我第一份薪水，小小心意请收下，祝您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孙女佩瑶，对，爱下啊，第一份薪水，第一份薪水，也系一多年前，7年前，太好毕业过後第一份薪水，薪水哦，還包紅包俾阿公阿婆。阿公阿婆也有啊，不過做嘛今日都帶阿公的。係啊，7年前呢，其實紅包推阿公係第前年過身，然後第整理他的抽屉的時候，發現到，原來其實就想說哇。阿公其實很少會誇獎我們，也很少，就是他都是那個，你可以想象吧，阿公那個臉，對，然後沒想到只有他的還留着，因為其他人好像都拿了錢掉了，對，就得了。阿公的竟然還留着，而且他也沒跟我們說，很愛去給他發現呢，對，哦，搞個感動呢哈，就會覺得說哇，其實阿公可能會覺得很感動嗎？還是驕傲？我不確定。他留着，因為唔怕也冇同伊打嘴鼓，也不太會聊天。其實到後期，他敢撈阿公開玩笑，因為這時節就唔敢撈佢，就是那種公聊笑話，然後現在是到後面，阿公其實年紀大了，也係愛啲負責照顧他。對，然後其實我覺得阿公到後面年紀大了之後，有比較可愛一點了，有他定影下來，就不會說什麼都不要，因為他到後面是會是需要人照顧的，所以他就有比較可愛一點。剛唔按怪，唔敢有叛逆期？叛逆期哦，我知道有，係應該係啲高中。貴中，那時候我還想說，我這個人很乖啊，應該不會有什麼叛逆期。是到後面才意識到自己回頭看，其實那些就是叛逆的行為。因為有時候我也不知道那陣子為什麼會這樣，就是很容易發脾氣。其實會撈阿婆啊，最常就是跟阿婆頂嘴，然後甩門啊什麼的都，你不要看我這樣也會。對，高多嘛個時間感覺叛逆期過了。他也差不多應該係太後的時間，有真的離開家裡，因為太後的時間係啲新竹這片土屬，所以第一次離開家裡。那時候我發現，原來在住校之後再回家那種感覺真的很不一樣，就是會覺得很珍惜每一次回家相處的時候。對，其實沒有很遠。沒有很遠，但是就是可能2-3個禮拜，這樣轉不下1拜，對，就人家說的距離有美感，就是這樣。嗰時候都同阿婆都感情等都變好，就是好像就不會這樣子隨便小事就那發脾氣啊、頂嘴啊什麼的，對。你同阿婆嗰種朋友呢？可以這麼說，我也這樣覺得。其實我老阿婆馬該發就做得講。我其實不管，人家不是都說，老家長啊，重批啊，就是報喜不報憂。我唔係，我馬該都講，心情不好，心情好，心情不好也可以講，會講啊，我就會說好累哦，然後或者說我跟誰吵架啦，或者什麼的，全部都會講。然後阿婆就會擔任一個傾聽者的角色。然後有時候我會太鑽牛角尖，我會覺得說啊，他為什麼要這樣這樣這樣？然後可能阿婆就一句話，突然就點醒我了，就還有這個是我沒有體會過的呢。我同盧卡人就會報喜不報憂啊，大部分人係啊，無論係你
优也是转换成比较搞笑的 logo 的方式一讲，好像过了的感觉。不过我们还可以真给和阿婆真实的讲出来啦。对啊，他就是我的，也可以当我的一个倾听者。对，哇，甲真紧感情几好呢？真紧。吼，几贴配的关系。咁等一下呢，譬如如果带大家去到伊的路卡，都可以看到阿婆。还可以看到阿婆哦，吼，可能有阿婆有一定影响哦。好，看看来等下过多阵来继续讲。比较可惜的一个遗憾点就係阿公已經過身了，眼長有倆想法，然後感覺覺得哇，這就是一個遺憾，冇抱到全家福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Pio， 今日到大家來，我從細到大的地方就係松木莊。我從小的生活，大家有看到吧？我後面全部都是田，然後還有阿婆的菜園。然後在菜園裡面呢，因為今天下雨天就不適合進去，難搞霾啊，地不會堵。然後過來就會到大家來。行一下，你松木那片，我嘅木下，然後等一下呢，我還要邀請我的大來賓出現。其實我不是主角，我覺得他才是我生命中的主角。那今天還有邀請到一位大來賓，當當，黑馬莎，你黑馬莎，係Pio嘅阿婆啦。啊，水妹啦，好，水妹來，今日來土太家來。兩片，你看阿婆整個超小隻，然後今天因為根本要漏水啦，所以懂麻煩。好了，然後土太家來看兩片兩條，走秀還記得嗎？記得。你知道給拜的感想？蠻成功的，因為我覺得這條路非常漂亮，所以呢，我在前2年吧，前6年的時間有第一片攀，一個時裝走秀，然後我就邀請了，就是大家，就是算不好一點啦，親戚啦，對阿叔婆啦、阿伯公啦，然後就是叫他來一起來玩，然後一起來走，就這條路。他是我們今天的主攝影師，待會呢再拍照。活動好不好玩？明年還要不要再玩？對，走秀到我這個時間，完成的時候落太水啊，然後金幣窮遊，一樣狼狽，是嗎？好啊，那我們等一下這邊再走一次，走，我跟你一起走 ，Let's go。好，很便宜啦。做我的阿婆啦。你懂煮條的什麼案咯？跟你想我煮水餃，煮了包水餃啊。包乜嘅水餃？韭菜水餃。你阿爸爭來學，臨時抱佛腳嘛？咩冇學哦，咩炒到什麼時？你韭菜又唔要包。有乜嘅事情係你做唔到嘅？你乜嘅就會做呢？包水餃，就係按奶。然後咧，你要講啊，你要講，放你頭上好了。做得。你拿，你端。哎呦，包到按這，怎麼這樣講？包到按這，太搞唔笑。搶太假聲。包到按這。好 ，OK。現在做客明年來了，頭到呢Pio帶大家去到因的路卡，韓國看到幾定真嘅阿婆，地步又講到一個唔過貼拍的發通。就是你時裝走秀，做一堆時裝秀。你講阿婆本來一開始佢想嘅相片，佢講怎麼會把它拍這麼醜？然後我就想說，
不会啊，懂讲啊，而且懂等一下，很生活，很生活，这就是他，这就是我眼里的他。对，不过伊可是你讲贴满了孙悟空，对，因为办那个走秀，有讲过鬼厝啊呢，他每次看到就一直瞪我，然后他就说哈，你还贴出来这样，我说活动要开始啦，我们要前面要先宣传啊，对不对？潘黑我讲我看你嘅资料样片啊，大家过听呢，过听过欢喜，其实冇想到大家会按发拍，就是平常的他们好像顶多就打嘴鼓啊，然后因为他们没办法去想象什么叫做时装走秀，然后其实我给当时给想法就会我当气氛我不下后背给条路，然后有热条的时间真跟东讲，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然后我就想，这怎么看就像一个走秀的一个场景啊，然后我就想说，如果有机会我走的第二片颁发通模，然后邀请所有的人，然后就是带到松福总给人啊，然后穷下来行两条路，然后帮大家拍照。你希望大家都讲好哈。其实给当时我先有两张想法，然后我就第我嘅 IG 上，然后我就抛起来，然后问大家，问我朋友，大家给我一点意见嘛，因为其实我就想说这个想法到底行不行得通，所以我就问了大家，然后其实大家本我嘅鼻音就是做，just do it， 做就对了，然后哇更有信心了，然后我就老我阿姑讲。然后姑姑也是支持，全力支持。那接下来就是主角们了，然后我先说服阿婆嘛，然后我就说真的不难，然后我说你就不要担心，我会准备好，然后我老太太弟兄，对，你帮我找到你那些姐妹们过来，然后一起来拍照就好，不用想太多，就这样。然后给董事我就开始策划，然后人的部分的话，我想说就拜托阿婆。去老矮天数啦，然后我那时候还做一个签到表格什么的，然后印那些海报，还有洗比较小的，然后一家一家送这样子。哇，那你几样你总下来花一久时间？其实冇清久的时间，因为我就想，我不是要那种华丽的。我要的只是一个意象的感觉，然后我旁边其实我就不用封灯呢，然后我那时候还有去邀请我们的里长，然后我就跟里长说这个活动嘛，然后我想老几加灯呢，因为你不下灯呢没按斗嘛，然后他听到这个我就会说你也要来哦，然后他也有来，然后我朋友看到我会攀两番，我赞助2桶。红茶，然后我朋友说，那我可以去帮你拍影片，然后其实给董事我就会 po 胸片呐，对，然后影片是我朋友说，他觉得这个发通懂后懂有意义，你做得50钱来，然后来听书，然后又还有请了主持人，我就想那就一定要有一个主持人啊，找我朋友啊，然后就凑成一对，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件事情。虽然没讲。一台的发通，不过如果有意义呢，比较可惜的一个遗憾点就会阿公已经过身了，我长有俩想法，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就是一个遗憾，没拍到全家福啦，对，然后后来，但至少我现在做了，也是有拍到大家，然后不过就第一年。伫尾度也有2位总批离开咧，然后给当时记者的武汉人啊，就想到我有老记者拍相片，然后就跟我要照片。那时候他们都是笑很开心的，很漂亮的这样。哇，很棒哎，就觉得很有意义。嗰度老人家確實，我嗰時候可能。應該有嗰度老人家，我自家佢要去吧吼，蠻耐去。不過也有嗰度嘅老人家，從係爸爸媽媽落去安尼，因為冇乜睇翕相誒。對，他們其實很反抗這件事情。對。嗰時候，雖然聽留下也就記錄，非常珍貴。對。然後我就想，這件事情還要再繼續做，但是我想用
还在想要用什么方式再去包装成一个活动啊，这样子让大家可以以玩乐的心情来参加就好。迄面也有讲到讲，万岁其实有一段时间，因为阿婆会去接送你曾经有不想要阿婆到学校。哦，那个是国小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好坏心哦。我怎么那么坏？我那时候是其实是看到其他的同学，佢哋呢爸爸妈妈来食饮料、视察的啊，还能骑欧多拜也做得。不过阿婆就会带立马、油桶、骑茶来，我就觉得好丢脸哦。就想说，可不可以不要停在可能正门口这样子？我会觉得很丢脸。可是可能那时候阿婆会也某喊啊，然后想到要来接我下课，赶快就过来了，停下手边工作过来接我。然后现在回头起来，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有跟他讲说，阿婆，你下次可不可以在那个转巷子里面等我就好，我走过去这样。现在回头讲是不是很坏？不过也可以理解细人的吼，难免会有比较的心态加下啦吼。对对对。刚刚过阿婆对你心态的影响是嘛个？个性，我觉得是个性，因为我看到他好像什么苦他都吃得了，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我好像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击垮我的，因为当我觉得很累、很痛苦啊，或是觉得好像有什么瓶颈过不去的时候，然后可能跟老婆聊一下天之后，其实就会发现我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啊，小问题而已。转个心态，很多事情都会变得很顺。我感觉有个阿婆过福气呢吼，很有福气的感觉。等一下呢，到最后一段的时间，我们来食皮友带来对有意义的料理。好啊，等一下看他生起嘛嘅。好，先吃下茶。好，台西都得访问一下你嘛，然后就一问，你喺客家人嘛？他是我就是街访以来最有自信的一个受访者，他就说：“嘿，我喺客家人。”接下来做客，我们来聊，今日来炒料的是我们客家的养人创作者宋皮友，也个集团呢皮友本人人是有特别意义的料理，系我怎么好奇迄么个吼，你像处理木本人人，可能是抢色，迄鸡汤咩？还有也迄么个薄皮辣椒诶，薄皮辣椒诶，个也蛮人煮诶，听说是阿婆煮的哦，真的迄阿婆煮诶，嘿，自己拿手料理。哦，刚好吃看啦。我平常就有在喝了，今天也来喝一下。你讲个薄皮辣椒诶，汤就会不会几好食诶？我都会加白饭诶。哦。卤飯、泡飯係攪飯，唔會冇，唔會攪飯咧。哦，唔會攪飯食。係攪飯食東河生。感覺我都唔貴幸福吼，我也覺得我貴幸福。東歡喜。還有不用付房租。對。吼，對阿婆係，然後對阿婆又唔會潮濕，又會好朋友。好朋友啊。然後又有好食咧，因為總嘛會太好朋友就會轉不下。還以為這當時阿婆剛好生了一場病，被診斷出來有大腸癌，然後第3期，然後我想說完蛋，就會開始胡思亂想，然後阿婆其實也會很擔心，但是其實就是很努力的去看醫生啊，醫生是說就是可能把那一節就是可能有得癌症那邊的腸子有切掉一節，然後開始後面就是努力的做化療，然後定期追蹤，其實就是可以被治療好的。我說今天阿婆係算 OK 的 ，OK 了，已經算是現在就剩定期追蹤了。哦，對，幾好呢？這當時係7-8年前。哦，對。我說你如何邊呀邊度照顧阿婆？所以選擇回家，然後請一紮武俠夫圈的嘢，有只要跟傳播有關的都做得。嗰種你佢是睇新客家電台，
啊，里面咱去学传飞，嘿，咱去到学新闻，嘿，有的那个 YouTube 的旅程，对，就是其实也没有特意安排，就是好像冥冥之中，就是他就会告诉你你的路该怎么走，然后也有没有想到，也喊你该做客家的事情，就系啊，刚唔拍个样片，阿婆会看吗？不会哦，我会强制他看，也会传不给啦，该也好嘛，他就说讲嘛该东西，然后呢不打不起这样子，有时候讲一些不打不起的，然后但是他又会笑得很开心。哦，刚才你几好啊，都表示讲后生嘅看呢，我有兴趣，老人家看没有兴趣，有收到嘛嘅回馈，係唔影響過程咩嘛？我印象过程呢，係真的影片。有一支影片真的让我们爆红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其实大家是喜欢看这种影片的。爆红的是哪一有一些喺啲中辣嘅片，青岛一位后上映，几张19岁，他也是啊，就是坐在路边，然后我只是说，拍摄做的访问一下你嘛，然后就一问，你喺客家人嘛？他是我就是街访以来最有自信的一个受访者，他就说：“嘿，我是客家人。”然后我们就开始聊了，然后给董事也是在做街访，那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所以我们就单独把那一支剪下来做一个直视的影片。那时候才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候很红嘛，然后我们就剪那一支就有70几万观看，然后年轻人看到是说：“哇！”这么年轻会讲客语，他觉得自己要加油。年轻人是觉得哦，我会加油，这样子，对，就本来也很有希望感啊，呢。对。哦，然后那一次就会觉得说，做这件事情对的。咁你我去，我感觉几多位影音创作者难免会被数据绑架嘛，你会吗？其实会有啦，就是我们可能会每一次都会有一些调整。如果这个方向或者这个主题是大家喜欢的，那我们就可能会多做一些这方面。但是因为我们拍的是无脚本的，所以有时候也是看缘分啊。那还有个奇妙都係有個用 AI 帶入去，AI 或現用者有看冇？有啊，我有看啊。最喜歡哪一集？我頭都其實冇留嘅時間，有一些吧都係 AI 帶入去，蘭花阿伯哦，龍潭，龍潭嘅。都係一個區啊，都係其實人嘅重點發展區嘛，客家重點發展區哈。我會看 AI 通那一 V 數，我看到AI 對你都很好，都挑桃竹苗。然後想過有一啲去東埔嘅嘛，我還蠻看到，因為中馬該只會桃竹苗，因為70個重點發展區，真的桃竹苗就是最多，比例輕。對，所以隨便抄，又是新竹，苗栗這樣子，我奇妙路係，因為路係冇腳本，我想你路係你沒有設定好嘛。嘅路係伊喺 UQ 嘅對面吼，有一啲坐下嘅賣蘭花嘅阿伯，路睇嘅坐睇順嘅坐過叫地天賣，睇起伊嘅路卡，發現到伊還會各位國術嘅按摩嘅師傅，對，就深藏不露安呢，就是又有故事，又有驚喜，又有人情味，然後這一切都是巧合，沒有安排，以突然力去看佢嘅故事，這樣子。這個影片的概念就是安利喊有州街訪嘛，街訪就是問一個主題，我們今天先想好一個主題，那我們就是問很多個人，然後 AI 的部分呢就會去到一隻 video，隨便找一個人，然後唱佢分享佢嘅故事，突然力去吃後事咧，後寬咧，這樣子帶我們去。有點像冒險概念。然後過後就係，因為我們可能看日本的綜藝節目，可能我睇的會看到安尼嘅，就是我讀到日本的綜藝節目，我有安尼嘅，如係唔見到去哪，假使有去到過遠的地方，製作單位沒有停，停去亞魯卡，我睇的看到係日本過多年前都安尼做，不過對客家我哋喺客人就會過有嘅認同感嘛，因為唔能睇講客啊。可能譬如無講嘅阿伯安好，唔過如果
过上会去集训，打推移，推移认识，吼。你会感觉也个真紧如迄过度过奇妙的事情。啊，你即个有新喜欢的哈，头都冇爱过有印象的，啊，你有新有印象的吗？新有印象的哦，第一是吧？你决定要做这个企划的时候，我们在新屋抽到新屋嘛，遇到了中正三姐妹。他们是自带那种效果，非常好笑，不怕生。我觉得我的优点是我会讲哈，所以他们很快就打开心胸，就不会跟我有距离感。然后我又很喜欢就是开玩笑嘛，一丢就是笑哈哈这样。然后其实他们就是变成我们陪他玩，他也陪我们玩这样子。对，那一集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刚拄到感觉真困难的系嘛个做亚看事情。最困难的就系请到客家人啊。我自己觉得。嗰度路係對二十條請到團舞呢？真的有不是節目效果。唔係，有場時係真一整天哦。好，我們比如說決定要去一個地方，哇，我可能一整天都沒有遇到客家人呢。然後，但是這樣要怎麼解決呢？就係每記條有湯溝嘛，該客家話嘛，或是有什麼跟客家有任何一點連接都做得，然後或是我可以教他們講客語。啊，也個如係巧合吼，如唔嘅命運帶唔行到鴉片，唔咩唔計劃好嘅嘛，全部都無腳本。過後唔撒下落去做嘅事情，也係無腳本。無腳本，哦，你說做客家的樣片，或是你自己生涯，撒下落去想要做乜嘅？有想要做乜嘅？可能係會繼續做倆媒體，然後同客家有關係的。但是我又不會說我一定要把自己就是什麼客家的使命感什麼，但是我只是覺得說可以把這件事情變有趣，比較好玩。對，就是至少讓我其實那時候剛做客家的時候，在廣播電台，其實不可能有年輕人去聽什麼客家廣播電台，對吧？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哇，工作了兩三年，然後可能朋友都想說，那你到底是在做什麼？我就說就做客家的廣播啊。然後到後面轉做影像的部分的時候，其實前一段時間可能還是做比較比如說拍攝人物啊、人物專訪系列的這種客家，就沒有一個我自己覺得連我自己都要覺得有趣，那就表示我朋友們就會覺得有趣，所以我那時候給自己一個目標，就會然後做出一集，連我朋友都覺得哇，你超厲害，你做兩件事情，懂強，也還有哈，有，剛剛你還有很多發展的空間呢。對，你是說身體態的部分嗎？如果你做的事情啊，好像還真的有幾多可以做，沒感覺得出有幾多創意，如不時還有幾多想要做的可以做出來。初心就是make鬼make乖，對，邊鬼邊乖。也個更加勇氣客家的推廣幾好。因為邊鬼邊乖，真正有變出台灣物嘅哦，幾好。因為感謝พี่哦，分享很多嘅故事。什麼？多謝。明日乳鴿，剛好是明日，這不能每天吃吧？你不能嗎？是不是易容姐一直在暗示我什麼？不要再吃了。你怎麼都一直連到那裡？你有胖很多嗎？胖很多。真的很多，大家如果有去看以前影片的話，體態紀錄片，真的是體態紀錄片，就是不小心就是往橫的發展。是壓力大還是？我覺得也跟工作壓力大有關係。對啊，然後就是可能飲食